拎張日本身份證有咩好處先？拎到日本身份證就擁有當地居留資格，得到同本地人近乎一樣嘅待遇。至於福利包括啲咩？例如醫療啊、仔女讀書、銀行戶口、政府提供嘅國民優惠、買車買樓等等啦。嗱，最重要嘅咧就係一個人申請，配偶同仔女都可以一齊享有。咁申請又難唔難㗎？使唔使好多錢㗎？除咗同日本人結婚或者打工之外咧，投資都係一個選擇。日本政府申請經營管理簽證獲得居留身份㗎啦。咁我拎咗居留資格，咪要即刻過去長住？法例並冇規定你要住幾多日嘅，只要有合理原因，日本政府係容許你隨時周圍去，係冇移民監呢樣嘢嘅。無論你繼續留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，一樣冇問題。網上好多個案話申請經營管理簽證好困難，咁成功率係咪好低嘅呢？當中原因可能係所託非人。根據日本官方資料，響日本有超過5萬位行政書士可以處理有關申請，不過當中超過90%從來冇相關嘅經驗。就算你嘅事業計劃有幾咁好，揾錯幫手，隨時失敗收場。但係我真係行唔開喎，咁可以點做先？佢哋嘅駐日團隊真正做到一條龍服務，申請期間唔使飛去日本，全程喺香港乜都可以搞掂晒，確保過程暢順又簡單。到你出發日本之後呢，仲有生活助理管家，無需擔心語言不通。無論機場接送、住宿安排，一切個人資料登記手續，包括電話號碼、銀行戶口申請、處理信件，甚至乎係餐廳、美容、剪頭髮、訂位等等，都可以一一為你解決。愛投日本一定幫到你。